地人在地情来看婚林古坑的社区大埔，甲乡公所合作用笋仔来办桌。今年是第一届，甲笋仔送入去5星级的饭店，透过在地合作，做伙来推广着在地上潮时的特笋。 开道澎湃澎公共的笋仔料理，这是今年古坑竹笋节推出响应。笋仔伫咧古坑是真重要的经济作物。过去笋仔料理的办桌拢是办伫路口，今年第一届伫咧5星级饭店办桌。古坑很多产品我们都是用地方的食材，那希望能够推广地方的这个繁荣。笋仔产季是对7月到9月。 大埔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举办竹笋节10外通，当年投入笋仔推广。伊讲上主要就是要让大家拢知影古坑笋仔文化。最重要的是麻竹笋产业啦，它是可以推广笋食，然后还有笋竹材还可以用啦。 主办单位讲，即摆笋仔响应100都已经7成的订桌，有兴趣民众会当上饭店的人面册看有活动资讯。 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